美国职篮 NBA 季后赛首轮第一战意外输球的暴龙，今天在雷纳德轰下37分的带领下，以111-82击败魔术扳回一城，双方各拿1胜后，在7战4胜制系列赛打平。美国职篮 NBA 季后赛东区首轮由第2种子多伦多暴龙对上第7种子奥兰多魔术的系列赛，今天进行第2战。首战爆冷赢球的魔术，这场比赛前8次出手全部落空，开赛5分多钟才靠高登 Aaron Gordon 补进队友罚球不进的灌篮，让得分打破鸭蛋。暴龙靠着11-0开局，在第1节以26-18领先。上半场雷纳德 Kawhi Leonard 攻下17分，前一得分挂零的劳瑞 Kyle Lowry 获得15分，西亚坎 Pascal Siakam 进账12分，让暴龙半场打完以51-39领先魔术。下半场暴龙打出15-8开局，以66-47将领先拉开到19分，第3节打完以90-66领先，末节暴龙持续拉开领先差距，让比赛提前进入垃圾时间，最终暴龙以111-82击败魔术，在系列赛扳回一城，双方打完前2场，以1-1平手。暴龙的林书豪曾在2016年随夏洛特黄蜂打进季后赛，过去2年在篮网都无缘季后赛，本季辗转来到暴龙，虽在长季后赛滋味，但首战整场比赛没有上场。今天比赛剩下3分半钟，球队大幅领先31分的情况下，终于获得出赛机会。林书豪先在比赛剩下2分4秒时以假动作晃起对手，成功制造对手犯规，并2罚俱中拿下2分。中场前1分33秒他再跳投得手，在有限的上场时间内进账4分1助攻。暴龙雷纳德今天攻下全场最高37分，劳瑞贡献22分，西亚坎、伊巴卡、Serge Ibaka 分别拿下19分、13分。高登 Aaron Gordon 拿下魔术队上最多的20分，罗斯 Terrence Ross、福尼耶 Evan Fournier 分别获得15分、10分。